맞아주실 것입니다. 맞아주시리.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,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 나는 일어나 달려가리라. 주의 영광 온 땅 덮을 때 나는 일어나 노래하리. 내 사랑하는 주님, 온 세상 부주시라. 내 사랑하는 주님, 영광의 왕이시라. 내 사랑하는 주님, 내 사랑하는 주님, 온 세상 부주시라. 내 사랑하는 주님, 영광의 왕이시라.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,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 나는 일어나 달려가리라. 주의 영광 온 땅 덮을 때 나는 일어나 노래하리. 다시 한번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, 주님 우리를 끝까지 승리케 하시고 우리를 끝까지 붙들어 주십시오. 우리가 달려가겠습니다. 주의 영광 온 땅 덮을 때 나는 일어나 노래하리. 내 사모하는 주님, 온 세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来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在今天，我们一起来用马太福音，也用一首诗歌来敬拜。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能够一起，不论是在教会，或者是透过线上一起敬拜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回来，也透过线上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要一起来灵修，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一开始我们用这一首诗歌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。 주님, 우리에게 어떠한 힘듦이 있을지라도 언제나 예배 자리에 나오겠습니다. 우리가 이 부르심의 길, 십자가의 길을 결코 포기하지 않겠습니다. 우리 결단의 마음을 주님께 올려드리며 나아갑시다.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。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侍奉的道路，在的门，在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。 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，我必
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。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我要背上十字，奔走直到永。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，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。 说他们是主恩，온 세상 부르시다. 내 사모하는 주님, 영광의 왕이신 왕. 우리 그 사모하시는 주님께 다시 한번 처음부터 찬양하며 나아갑시다.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 我要走是风的道路， 좁은 문 좁은 길背起我的十字架。 나의 가는 当我走完是风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 내 주님 主耶稣， 우리를 맞이하여 주실 것입니다. 他必欢喜迎接我。 주님 다시 오실 때까지 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后，我要背上十字，奔走直到永。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，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。 내 사모하는 주님, 온 세상 부르시라. 我是说他们的主， 영광의 왕이신 나. 내 사모하는 주님, 내 사모하는 주님, 온 세상 부르시라. 내
感谢主，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。现在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让我们的敬拜从我们被你呼召开始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生命仰望你，让我们生命领受从你而来的粮食。愿主你牧养我们，愿主你对我们说话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继续的带领，恳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。线上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8章1到13节。马太福音8章1到13节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也邀请你翻开你的圣经。我们用的经文是用现代中文译本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8章1到13节，这边这样说：耶稣从山上下来，成群结队的人跟着他。有一个麻风病人来见他，向他下拜说：主啊，只要你肯，你能够使我洁净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吧。他的麻风立刻消除，洁净了。于是耶稣对他说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人，要直接去见祭司，让他替你检查，然后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向大家证实你已经洁净了。耶稣来到加百农，有一个罗马军官来迎接他，求他帮助，说：主啊，我的仆人患了瘫痪病，躺在家里非常痛苦。耶稣说：我去医治他。军官回答：主啊，你亲自到舍下来，我不敢当。只要你吩咐一声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就像在我上面有指挥我的长官，下面有受我指挥的兵士，我命令这一个人去，他就去；命令那一个人来，他就来。对我的仆人奴仆说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非常诧异，对跟从他的人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像这样的信心，在我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遇见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有许许多多的人从东从西前来，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起在天国坐席。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天国子民的人，反而要被驱逐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他们要哀哭，咬牙切齿。然后耶稣向那军官说：回家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他仆人的病就在那时刻好了。当我们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，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段经节。当我们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这里面。在当中提到了2件事情，其实也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耶稣的医治，也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恩典，一个信心的神迹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回到这当中去看见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？我们也可以有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，上帝在对你说什么。当我们在看这2个生病的人，我们再一次来看今天的经文。这边说，耶稣从山上下来，成群结队的人跟着他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常是这样子跟着耶稣，跟着的人，我们跟在那边，想要去听耶稣讲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常常是一些跟随的人，而在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跟着走？而跟着走，你在跟什么？
因此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常常是耶稣在服侍之后，还是有许多人跟在他的后面。很多人想要看神迹，很多人想要听耶稣说什么，很多人是在凑热闹，想要看见某一些事情发生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喜欢看见什么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常常跟这群人一样，想要看见一些。而当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，他并非希望大家簇拥在他身边，比较希望是听到了之后，然后去实践出来，去服侍。他的门徒也是一样，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听见了之后，能够去服侍，能够有能力出来。所以他在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所有听我这话而实行的人，就像一个聪明的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耶稣所说的话，听上帝所说的话而去实践呢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耶稣的门徒，常常听了就过去了，他们听也听不明白，但是耶稣很有耐心的对他们说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并不是如此，很多人听见了，并不一定会想要去做。所以当他服侍完之后，他从山上下来，有许多的人成群结队的跟着他。所以我们看着这许多的人成群结队的跟着他，也就是听到他讲道，看到他实践那些神迹之后，依然愿意跟着他去看。当然这当中我们可以想象，有很多的人是单纯的跟，有很多的人是想要更多的领受，更多的领受。当然有很多人是想要去抓耶稣的把柄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人是好渴慕，好渴慕，想要更多听一点。哇，今天讲道听得很棒，我好想要再多听一点。我们每个人教会可能不太一样，有的人教会牧师讲道只有15分钟，有的教会牧师讲道有30分钟，有的教会牧师讲道有1个多小时。而在当中，有些人觉得我15分钟够了，对，我只是要参加礼拜而已。有些人听了15分钟觉得不够，甚至有些人觉得牧师你讲30分钟，我好想要再听。但是有些人会觉得15分钟够了啦，再多1分钟太久了，这牧师讲太久了。有时候有些牧师讲了20分钟、25分钟，下面就有人觉得这牧师讲太久了，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在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想，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在这里面，有些人很渴望继续听，继续去看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是如何？你是想要更多更渴慕的去听一些吗？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去灵修，并不单单只是听牧师说，而是我们能够透过读经当中更多的去领受上帝的话。或许有些人透过了 YouTube， 透过了各种的线上的媒体，去听到许多牧者的讲道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就是带出我们渴慕，不要只是听过而已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喜欢听那些有名的牧者，或者说很多有名的学者在讲什么，但是那些东西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去？很重要的，其实牧师在提的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东西读进去、吃进去？就像之前有一本书在说，吃这本圣经，圣经好好吃，就把圣经吃进去，把上帝的话吃进去，而且消化了，而且进到你的生命的许多地方去，所以要把它实践出来。所以就像昨天所说的话，所读的经文一样，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人，所以当中我们真的就是要去实践出来，把这些事情都实践了出来。接下来当耶稣下山之后，这些人簇拥跟着他之后，这边讲到说有一个麻风病人来见他。其实第一个我们还想，麻风病人能够接近耶稣吗？其实应该是不行接触耶稣的，因为他应该是被隔离，应该要离开众人的，但是他进到那当中要去见耶稣。就像我们以前一样，当我们在疫情的时候，那3年4年的疫情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突然跑出来说要接触众人的时候，一定会被隔绝在外面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这也就是一种
传染病。这样一个传染病的人，他要进到人群里面去找耶稣，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病传染给众人？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病传染给耶稣？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负面想法说，这个人要把病传染给每个人。当然我们在教会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，这个人是很渴望能够得到医治，所以他在这当中他所做的是渴望得到医治。我们是用这方面来再看。所以当他来的时候，他向他下拜。为什么要拜他？有可能他的心里面想，这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为他传说他所听到的这个人是耶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耶稣是先知，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跪下来拜他，因为对他来讲，对他是一个尊敬，对他是一个尊重。看见耶稣，就像对他来讲，就是看见了那个希望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怎么样来看待你的信仰？在当中你怎么看待你的信仰？你有没有将你的信仰看作是一个很重要的？你有没有看待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？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态度是怎么样。有人是随随便便就来教会了，有人是很谦卑的、很慎重的来到教会。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个人接触耶稣的时候，那个状态不一样。有的人是很谦卑的来到这当中恳求他，就像那血肉的妇女一样。当他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偷偷的接近他，他想说，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角，我就会好了，真的好了。所以这个病人也是一样，这个麻风病人他想说，我去找耶稣，我就有机会得着医治。所以他向耶稣下拜的时候，他说这一句话：主啊，只要你肯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肯，只要你有这个想法，你有这个意愿，事情就会成了，我就能够接近了，你能够使我接近。所以在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没有这样的信心在。所以当我们在读今天经文的时候，这两段经文里面所呈现的都一样，都在呈现那种信心。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上帝要使用你去为他祷告，带着权柄去为他祷告，让他好起来。有没有可能透过你去医治其他的人的心，让其他人有信心站立起来，一起来服侍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起来实践，我们要起来活出基督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很多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读了，但是没有信心，读了就过去了。所以耶稣在讲那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讲到4种人，而这当中我们也常常是前面2种或3种人。今天刚刚在讲到这些跟着耶稣的人，有可能是有3种人，一种是很渴望的，渴望更多领受；一个是很期盼抓到把柄；另外一种人是听也听不懂，看也看不清楚，反正就来看戏而已。所以这麻风病人他真的很有信心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你会不会觉得你也是很有信心的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会不会也是这样有信心的人？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要去看这样的信心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主啊，只要你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要活出这样的信心。主啊，只要你肯，只要你肯，我就要活出美好的生命。只要你肯，我就有机会得着这样的恩赐来服侍。只要你肯，我的病就会好起来。只要你肯，我的生命就要得着洁净。只要你肯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没有信心的。我们常常这样听，觉得对，是，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真实愿意去相信。
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接下来就手摸他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有两种状态。其实耶稣很多时候都会去摸他，透过接触得着医治。其实有很多人都是需要透过接触，所以很多人的发育不太一样，很多人的发展不太一样。就像是我都还记得我去买自助餐的时候，有些自助餐是用点的，你不是自己去拿汤勺去舀去夹，你要去讲。有些人可以很具体的说我要哪一个，或者说站着他这样比就可以。有些人是手要伸到很里面去指出这一个东西，我就是要这个蛋，我就是要这个菜，我就是要这个东西。他一定要伸进去，虽然已经隔板隔住了，他依然手要伸过去，那隔板进到那道菜的上面，可能快要摸到了，差个5公分、10公分就摸到了。所以每个人不一样，就像小孩子发展一样。以前在上发展学的时候，所以说小孩子他画图，他需要去摸、去感觉、去闻。而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势必是需要去有碰触这个过程。当你有碰触的过程的时候，他才真的有感受到。所以有些人是需要某一些我们现在称为仪式感的东西，而有些人你跟他讲他就懂了，他就明白了。所以在今天这两段叙述当中，就是呈现这两种不一样的。所以这边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接近吧。”前面是说：“如果你肯，你能够接近我。”所以很特别吧？这样一个对话，2句话而已，就2句话，事情就成了。前面说：“主啊，只要你肯，你能够使我接近。”后面耶稣摸着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接近吧。”期望我们的教会，期望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去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来到主面前说：“主啊，只要你肯。”而我们也能够领受到耶稣跟我们说：“我肯，给你了。”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他的麻风立刻消除，洁净了。2种哦，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边呈现是2种。第一个是消除了，在他的身上不见了，那个麻风立刻消除了，已经不见了。所以不见了之后呢，只是身上吗？另外一个说洁净了，洁净了是在信仰上，是在宗教上，是在他们群体当中，在信仰当中，在真实的灵里面洁净了。所以耶稣很多的服事都是2个层面，一个是身体的层面，一个是灵的层面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吧。”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，他的身上的麻风好了。大家只会看到这个，就哇，好棒哦，耶稣好厉害，他一句话就成了，他只要摸他一下，麻风病就消除了。但是后面还有这句：洁净了，洁净了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，有很多这样的事情。当耶稣在一些服事的时候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有很多法利赛人在质疑他：“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？”然而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：耶稣的服事不单单是这个人的身体得着了康复，包含他的心、他的灵都得着了医治。所以这边在讲，立刻消除、洁净了，病好了，病好了。他在信仰上，他在灵上的状况也得着了洁净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，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。”但是第4节最后又说：“向大家证实你已经洁净了。”所以他讲说：“不要去宣扬，但是有些事情要先去做，做完之后再让大家看你已经洁净了。”所以在当中，我们得着了医治，得着了洁净之后呢，要再去做见证。在做见证之前，耶稣教大家说：第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；第二个，要直接去见摩西去见祭司，让他替你检查。所以你不要去别的地方。很多人
得着医治之后，他会很开心啊，到处跑，甚至跑去玩，跑去找好朋友喝酒什么。他说，更重要一件事情，你要先去做，去找祭司，让他替你检查，让他替你检查。其实当时人得麻风就是这样子，他好了之后要去给祭司检查，或者是隔了7天去给祭司检查。其实以前是有这样条例，所以他说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去检查之后，然后献上祭物。他没有说你去检查通过了之后去献上祭物，他没有那句话。他讲的是，其实已经得着完全的医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面对这样的事情？当你上帝要医治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得着这样的恩典？所以他没有那一句，如果你有好的话，他说你直接去见祭司，让他替你检查，然后照着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最后才是向大家证实你已经洁净了。所以当你去给祭司检查之后去献祭，当你献祭的那一刻，其实也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得着洁净了。你不用到处去宣扬，不用到处去讲。你讲了之后，很多人质疑你，很多人怀疑你，你可能会信心受挫。但他这边在讲的是，不用去做那些事情，回到正轨来做，去找祭司，他帮你作证。他认为合可了，他就会让你去献祭。你去献祭的当下，大家就会知道了。因此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也就是如此，并不需要去到处去宣扬，只需要回到规定里面，照规定来做。所以这是第一段的记载里面讲到这些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，耶稣回到这当中，他服侍了这个麻风病人，让他得着了医治。不单单只是身体得着医治，更是他在灵里面，他在各个层面都得着了医治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全人的医治，不单单只是病好而已。这也是让我们去思想，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所寻求的就是身体得着医治。我们所寻求的只是你哪里痛医哪里。其实这很像是我们看医生一样，哪边痛医哪里。当医生要帮你调理啊等等，你会觉得没有好，换一个医生。这也很像彼得他们要进到圣殿的时候，去到那美门，那个人跟他说：“给我钱，给我钱。”对，麻烦你施舍一些钱给我，1块钱、2块钱都可以。但是彼得他们跟他说：“金和银，不要跟我说钱，我没有钱。哦，我没有办法给你钱。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所以我们要经历的是这个，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边也要经验的是，耶稣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我们再看第二段，这边在讲的是，耶稣来到加百农，有一个罗马军官来迎接他，求他帮助。他来到加百农，然后来的人是谁？是罗马军官，是一个很高层的人。如果用当时来看的话，以色列人他们算是比较低阶的，一个高层的军官来找他们。所以这军官怎么会愿意拉下面子去找他？我想他也可能找了很多种方式，但他最后还是拉下面子来找他，求他帮助。这边写的是求他帮助。所以当他要进到那个城市的时候，一个军官来到城门口等他，迎接他。来到城门口迎接他。所以这边讲他说有一位军官来迎接他，所以不是召见哦，不是说我在我的办公室把某某人你叫他来，所以他是很礼遇耶稣的，去迎接他，去恳求他帮助。帮什么？帮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患了瘫痪病，躺在家里非常痛苦。”
就是当中有可能遇到这个事情，就像我们教会前2、3年，我们也有几个人，他们也刚好发生一些事件，然后从脖子以下几乎是不能动，所以这样的瘫痪病在发生，在我们当中也是，在教会里面也常，应该说在台湾也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以前很多人没有戴安全帽，所以出去车祸可能就死掉了，或者说可能就瘫痪了，或者变成植物人。所以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想，行动很不方便，那怎么办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都不能动，你的家庭怎么办？所以我在想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男人所发生的，所以会影响整个家庭，而这整个家庭当中，他们的生计就出现问题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当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工作，他瘫痪了，他要被人家服侍，这也是我们现在台湾所遇见的问题。以前有一个单位叫创世基金会，现在还在做了很多，就是在服侍这样植物人或者瘫痪的人。而这样真的有很多的人，真是以前在交通事故当中发生，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事情。在之前也看到一些影片，拍到我们附近有一个人说从楼上到楼下，到他们1楼之后，就很久没有回来，后来被他发现的时候躺在地上，就这样瘫痪了好几年。所以瘫痪在家里面，我相信心里面是很痛苦的。这种痛苦包含当事人，包含他的家人都非常痛苦。所以我们看到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耶稣直接回应他说：我去医治他，我去医治他，二话不说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焦虑，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有的没的。当我们看到这边耶稣说直接回应，我去医治他，很特别。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所以那个我去就是我去到你家，我去到他家，我去到他那个地方去医治他。所以就很像前面在讲的那个瘫痪的那个麻风的那个人一样，我去医治他，我去到那边，我为他按手祷告。我们很多事情做的是这样，为他按手祷告。但这军官讲的不一样，这军官他的回应是不用，不用。主啊，你亲自到射下来，我不敢当，你不用来，不用来。所以对他来讲，这个人是一个很尊敬耶稣的人，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你不需要到我们家来，不是拒绝他来，说你不用这样做，你不需要这样做，你只要一声，你只要吩咐一声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所以他的信心，其实也就是他的经验，那种过程也是他的经验，只要一句话，事情就成了。他后面有解释说，就像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一样，上面有指挥我的长官，我下面有我的下属，长官一句话，我们就要做到位；我一句话，我的下属就要做到位。所以我只要说去做，事情就会完成，他就会去做了。所以我相信你一句话差遣圣灵去做这件事情，就会完成了。所以这样我们看到，也就是如此，这个军官他所做的就是这样子，他用他的经验来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或许我们很难理解这些。当我们当兵的人，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在摆烂，但是许多时候，因为我们听这个命令，照着去做，能够让我们生命保全下来。所以这边也提到说，耶稣很诧异，这个人，很多人都说你到我家来，即使是他的门徒，也期望耶稣去到他的家里面去。而这边耶稣听到这话，他也很诧异，就对跟从他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实实在在跟你们说，
像这样的信心，我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见过。当然，这有可能就像有些人在跟我分享的一样，说每个人的层级不一样，所以就像刚刚在讲说，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每个人层级不一样，所以买的东西不一样。当然，很多人不会去那便当店买东西，但这当中有很多人在买的时候，他所表达不同。有些人一定要摸到那个东西，他才觉得这是我要的。但有些人只要你跟他说，就 OK 了。所以就是如此。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耶稣的一句话，事情就能够成了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样的信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。所以他也是经历到有很多人所经历的都不是如此，很多人都是我要摸到，我要看到，就像多马一样，在耶稣复活的那时候，他说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摸到，我没有听到，我绝对不信。所以后来耶稣说，没有看到就信了，没有听见就信了，没有摸到就信了，这些人是有福的。因此在当中，他继续讲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将有许许多多人从东从西前来，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起在天国坐席，也就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机会。而那些本来可以在天国成为天国子民的人，反要被驱逐到外面的黑暗里。在那里，他们要哀哭，咬牙切齿。所以这些东西这些话语，其实让我们反省。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很稳当的能够得救的时刻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反省我们的生命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活出美好的生命出来？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？还是我们只是跟那些一生3次在教会的那些人差不多？其实有很多人的生命，甚至比一生来3次教会的人的生命还糟。在教会里面做那些藏污纳垢的事情、糟糕的事情、互相斗争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的是将耶稣的话语、将圣经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然后去实践出来。所以他在讲到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你们以为你们已经被拣选了，你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当你们被拣选，你们有没有活出你们这些选民的生命？而我们呢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也要有那种基督徒的馨香之气。所以为什么一直在鼓励大家要读经、要祷告、要灵修，也就是让我们生命更多的亲近主，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那美好的基督的馨香之气。那种感觉过程就很像是，当我们有一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会分享2种，一个是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椅子的味道很香。有的人会觉得，哇，我来到教会，闻到那个花的味道，因为这东西在这边很久了，很自然带出这样的味道。而当我们待在教会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也相信我们会带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实践，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要实践出来，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。然后耶稣向那军官说：“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其实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服事都很快。前面那个人说：“只要你肯。”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。”后面这个说要请他恳求他去帮助他，他说：“带我去你家。”
接着他们说：“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所以在这段记载里面，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记载，说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病就好了。在什么时候病就好了？就在前面的时刻，在前面，他说我去医治他，这个时刻，那个仆人的病就已经好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，这两个人的信心，一个说只要你肯，一个说求你帮助我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信心，事情就成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读到这一些？有没有真的把它读进去？很重要的是真的要把它读到我们生命里面去，而不是只是把它读过去。所以当我们读完之后，今天的经文读完了，今天你听我讲的这30-40分钟，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所以当我们灵修的时候，不是这样听过去很好，或看过去很好，而是回想一下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有没有记得那个患麻风病的人，他来找耶稣，跟他说：“主啊，若你肯，若你肯。”后来耶稣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。”后来讲到说，麻风就消失了，洁净了。第二个是这军官来到耶稣那边去迎接他。当耶稣去到那个城市的时候，他出来迎接他，然后呢，求他帮助。当耶稣要跟着他回家的时候，他跟他说：“不用，你讲一句话。”所以他的仆人已经好了。所以后面说：“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。”有没有感觉到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希望去经验这样的经验吗？当我们在生命里面面对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经验。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很平淡的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只是很应付性的祷告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祷告要带出信心的祷告。主啊，若你肯；主啊，若你肯。你若是肯的话，事情就成了；你若是肯的话，事情就成就了。那我们有点时间来回想今天的经文，那我们有点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真的去领受这样的信心，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，来回应上帝。主啊，若你肯，让我病得着医治。应该说，若你肯，我的病就会好；若你肯，我的生命就会成长起来；若你肯，我们教会就会成长；若你肯，撒旦就离开我们教会；若你肯，这教会就被兴起；若你肯，我们家就像约书亚一样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若你肯，我们有段时间来默想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段时间来到你面前。主，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跟随你，让我们不是那种盲从的人，而是让我们有渴慕的心，渴慕聆听你的话语，渴慕跟着你的脚中来走，照着你所说的，照着你所做的来做。恳求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在当中将今天所分享、所领受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若合你心意的，成为我们的粮食；若不合你心意的，也让这些帮助我们调整掉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恳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多的聆听你的声音。主，我们再次的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你的浇灌，领受你的粮食。线上祷告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